这个王家小子、独孤小子，昨天让你们拟定的作战书略怎么样了？我与子豪兄并没有一起拟定啊。老梁头，我说什么来着？这俩小子心高气傲。那好，分头说啊，王家小子，你先说吧。两位将军，敢问咸川战况如何？昨日战报，吐谷浑可汗已经率百姓开始撤离吐谷浑。慕容的恶伯，废物，帮他护国一敌啊！他一看形势不妙，他自己携家带口就逃之夭夭了，跑得比谁都快，还有脸跑到大唐？这个慕容诺什波是干嘛的？吐谷浑可汗。如今啊，苏将军必须坚守咸川，直到吐谷浑可汗安全抵达凉州。难呐！两位老将军，要不然一会儿再寄托哀思，卑职先说两句。说你的。依卑职看，现在苏老将军是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孤立无援，强敌环视啊！这牌面上看是没胜算了，也只有用点盘外招了。盘外招？什么叫盘外招啊？首先，卑职看要建立吐蕃芒松、芒赞与其丞相的君臣关系，令其内耗。另外，两国交战，粮草为先。吐蕃20万大军每天所消耗的粮草数目庞大，我们要保证他们所到之处无粮可掠。哎，这个可以做到吗？他怒容那个波本来就不要价嘛，啊，他走的时候能烧上就烧上，烧不上就烧了嘛，这个好做。好，接着说。第三，钱粮货物只进不出，想方设法大量收购吐蕃青稞，在边防线上设立很多吐蕃的青稞酒坊，让这些吐蕃人拿青稞去换酒喝。这个设立酒坊啊，投资小，见效快。一旦酒坊建立起来了，粮草迅速耗光。还有最后一条就是营造我军疏于军备管理的假象，以麻痹敌人。好，你小子坏透了，招阴损之德。不过坏得好，坏得妙。独孤小子，来，你说。吐蕃动用全国之兵力来袭，看似势在必得，实则门户洞开，周身破绽，剑南多山。而我朝呢，不乏善于山地作战的勇武之师，与其拦腰一击，可一举收复多年来被吐蕃蚕食之地。南诏各部狼子野心，虽臣服于吐蕃，但是呢，实则包藏祸心久矣。趁其国内空虚，稍加煽动，并资助以粮草物资，必能引起与吐蕃的争执。这样呢，吐蕃首尾不能兼顾，其政不稳，军心必乱。我军在吐谷浑定可有所斩获。老王头，哎呀，这个损招啊，这！哎呀，你们两个坏到一块儿了啊！不过也是坏的妙，坏的好啊！这样吧，你们两个留下啊，你们呢都下去了啊。诺。东小子，明天呢，我就决定把你们两个的作战书略启奏皇上，到时候呢，免不了要和那些言官们打嘴仗。哎，不过从现在来看呢，那帮言官还没什么好指责的嘛。那是梁老将军指导有方啊，人才。哎，独孤小子，人人都说你呀，为人疏狂，难以理喻。你是不是继承了你父亲的聪明才智啊？谋逆大罪，我怎么没听说过唐朝有姓独孤的谋反？独孤父的父亲叫独孤谋，字彦云，当年可是个1顶1的帅哥，曾经在长安城。行了，说正事，别花痴了啊！好。独孤谋早年秘密参与谋反，后来事情败露，
干脆独孤谋就一不做二不休，剿灭了所有的同党，然后向太宗皇帝负荆请罪。太宗皇帝念在秦王府的旧情，就赦免了独孤谋死罪。之后，独孤谋赋闲在家，看尽了人间冷暖。不久之后，独孤父也变成了现在的这副秉性。具体的原因为何，本宫这2年与安康公主走动不近，也无从知晓。独孤父人前彬彬有礼，人后不知所以。虽然是个精神分裂症，不过分裂的还算有创意，有情绪。管他谋不谋反，反正我喜欢。人才呀！啊，你们2个是个人才呀！啊，是我们左武卫青壮的翘楚。梁将军谬赞，属下实在不敢当啊。人才，人才。不过呢，也是让人难以琢磨的人精啊。那刚才的作战书列说的头头是道，你们既不得罪我们这些武将啊，也不触动那朝中的文官，哎呀，并且还言之有物。哎呀，这个不得罪两边，保个周全嘛，这个也好。但是啊，要保个功名，那呀，得有人带，知道吗？那没人带，势单力薄。特别是你那个独孤小子，你回去好好想想。啊，这样吧，今天就不说了，就到这儿。你们走吧。好，属下告退，属下告退。子豪兄的战法思虑周全，招招指向吐蕃要害。刚才不是说过是毛主席教导有方吗？这位毛主席真是深不可测呀！对呀，4渡赤水，3次反围剿，2万5千里长征，打的蒋介石800万军队丢盔弃甲。子豪兄口中的这位神将，小弟竟然从未听说过。哎呀，子豪兄的所识渊博，在下佩服。哪儿啊？读过毛概的人都知道。毛概就是毛泽东思想概论，加上邓论、马哲这3本，并称为上古3大奇书。你要是好好学一学，可以提高理论水平，将来没准还能入个党什么的。啊，多谢子豪兄栽培，小弟对入党心生向往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入党是什么，别用对付两老流氓那套对付我啊！两老流氓说得好啊，确实是个老流氓，老奸巨猾。这个两老流氓啊，拿着咱们的点子到皇上那儿去邀功，顺便还想把咱们拉到他的阵营去。两老流氓有他的算盘，我却有我自己的活法。你有什么活法？看沧桑人间，且鲜嫩羊肉。其实啊，好多人说独孤兄乖张怪异，我倒觉得你除了切羊肉之外，其他倒算正常。子豪兄，跟我来。哎，独孤兄，我知道你有病，但没想到你是这种。别说话，有人跟踪咱们啊！谁？定是吐蕃的探子，不要打草惊蛇。跟我来，走。他们还跟着呢，跟着他。咱们俩会不会有生命危险？不会，有我。看来这些下围墙了，走。啊！哎，独孤兄，下次再躲，我们挑个宽敞点的地儿。好。跟过来了。前方10步左右，灰衣绿鞋那个。确定是他？确定无疑。你确定他就是吐蕃的探子？小弟拿性命担保，此人必是无疑。靠，真不知道你怎么活到现在的。子豪兄，人不可貌相，这些探子藏于市井，匿于人群。若不是我多年跟他们打交道有了经验，绝不会一眼就认出他们来。啊！哎，你干嘛？干嘛？给他一闷棍，看他死不死！独孤兄，独孤兄，我的探子，不要以一点破章程逃过我的法眼！拿命来！独孤兄，别乱来！哎，没说你们跑什么呀？那俩才是探子，快追啊！站住！追跑！谁让你出来买菜的？有不许出来！
公主殿下，王小侯爷到，请。哎，公主，你看这孕妇装，是我特意托京城最有名的舒尔玛裁缝店给你做的。可跟你夫人的那套一样。哎，差不多吧，都是一个款式。当时我看你夫人穿这套衣服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本宫也可以试上一试。不过当时看你夫人那爱不释手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夺人所爱。哎，夫君，你说如果我现在穿着这套衣服，在你夫人面前走上一走，你说你夫人会什么反应啊？夫君说笑呢，莫怪。不过听夫君的，这时常在野外走动走动，心情的确好了很多。哎，那就好，那就好。不过我这肚子渐大，站久了呀，也就腰酸背疼的。我们还是走吧。夫君，扶我。谨遵夫人公主之命。慢点。夫君这手功夫真见功底。这个叫推拿，推得好的话可以解乏治病啊。那还有一些人呢，推着推着，后来就变成按摩了，你懂吗？按摩呢还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什么啊？夫君有何深意啊？算了，还挺着肚子呢，我先不告诉你。好了，哎，那个军部现在有什么消息啊？苏定方困守咸川，吐谷浑举国迁移。对了，还有梁晋方明天准备拿着我跟独孤驸的作战书略去上奏皇上。这老狐狸，谁的功都不忘斩。无所谓，就给他吧。正所谓权力多责任，功业多是非，我也不想要。不过要真是那老狐狸能让这奏折通过，我倒是有点想法。我猜夫君就不会空手而归。说吧，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在这个作战书略里边，我提出要大量收购吐蕃青稞，然后再用吐蕃青稞制成酒反售吐蕃。这样一来呢，一方面可以削弱吐蕃对军队粮食的供给，另一方面，这造酒的事情自然归了你家酒厂。救国谋私两不耽误，王小侯爷真是胆大心细。公主谬赞。独孤驸那一套你怎么也学会了？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啊？今天独孤兄指着一个买菜的小孩，硬说人家是吐蕃的探子，我简直是对他无语了。真是难为夫君了，这样都能跟我的外甥这般交好。不过这独孤驸虽然偶尔心智失常，但是这探子也绝不是空穴来风。吐蕃与我大唐和歌战几十年，这渗透探子的事儿就从来没断过。我祈祷世界和平。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有事启奏，吾本退朝。臣有本启奏。准奏。近日战事日渐焦灼，所老将军困守咸川，局势对我大唐日渐不利。臣虽然身在长安，但心系大漠，于是日思夜想，拟定了一道作战策略，以扭转战局，决定乾坤。秦将军，你的伤现在不是疗伤的时候，没有金疮药，此时拔了断剑，我必死无疑。幸好箭头扎在肩胛两骨之间，暂时没有大碍。将军，我这金疮药留着，以后用得着，不用管我。将军铁骨，属下万分敬仰。只是，即使如将军铁骨，
我们又能撑到几时呢？现在战事一片混乱，我们与苏将军又失去联系。不过凭苏将军身武，想必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此时应该已经退守到了咸川。我们只要坚持下去，回到咸川，定能重整旗鼓。那吐谷浑，我们来时的命令就是保护吐谷浑，协助苏将军退守咸川。因此，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以前，这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至于其他的，不要再说了。给弟兄们分了，快去！来，都吃。其他弟兄们都怎么样？多多少少有点伤，士气低落。都得吃，谁不吃就是应付上场。拿着。是。扶我起来。把葫芦给我。都起来！起来！将军，别废话，照做。每人都得喝，谁不喝也是要付我大堂。尝尝，这有点甜。将军，这个味道实在是……喝，每人都得喝。将军，此为何物？啊，这是我长安的好友临行前特地送我的克敌神器，我一直没舍得用，留到现在。如果日后遇敌力所不敌，我打算用此神器与敌人同归于尽。开眼了，真是开眼了，将军，这如何称谓？名字有些奇怪，我也不知何意，叫 M40反坦克火箭筒。M40。天佑大唐，保家卫国。天佑大唐，保家卫国。天佑大唐。此去边疆是为我大唐开疆拓土、建功立业，你们也没什么可担心的。相公，此去凶险，我担心。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命大，一定会平安回来。没准立了战功，还能封侯拜相，那个时候你就是侯爵夫人了。官爷呀，我就把孩子拜托给你了，你一定把他平安带回来呀。能为大唐江山社稷出一份力，是你儿的福气，请尊轩放心，有我在，令郎一定会平安回来。
走吧。哎，你们来的正好，卑职参见梁将军。哎呀，免礼。其他人呢都差遣出去了，给你们两个一份差事。这关中地区的新兵已经征完了，你们呢就去清查一下人数，别让那些当官的吃了空饷啊，嫌差啊！哎，不过记住啊，有人吃了空饷的话，你们两个给我从自己腰包里掏钱。啊，去吧。那属下告退。告退啊，走吧。这是闲差吗？闲差。忍住，要不然咱俩就死定了。你，将军，属下有幸帮将军欺骗敌军，定能竭尽所能。将军，不是我。将军，属下失礼了。保家卫国，天佑大唐！保家卫国，天佑大唐！当兵的人有他无敌啊！哎，这些是啊，关中地区刚刚入册的新兵。哦，不是说这服兵役都不愿意去吗？怎么我看他们还挺高兴的？这次跟以往募兵不一样，这次是为吐蕃战事专门而去的。战事一旦结束，就会返回原籍。朝廷封锁了前方的战事消息，民间以为吐蕃军队只剩残兵寥寥，所以这次去只是赚个战功而已。有士气就好啊。不过我刚才看他们那些兵器，跟上次看的相去甚远啊。子豪兄上次所见的是梁建芳的陌刀队，乃我大唐精锐，可谓是身经百战。队中将士人人配备陌刀，只是这陌刀的锻造技术工艺复杂，造价昂贵，不易大量锻造，所以呢，陌刀队的人数只有区的1000人。陌刀鼎鼎大名啊，倭国后世的那些小刀，还不是都跟咱们陌刀学过去？不会，陌刀制法乃我大唐至本，绝不会轻易外传。你不传，几十年后还不是被鉴真大师传过去了？这个技术这个事啊，只知保密，不思改良，就如逆水行舟。算了，不说。子豪兄所言有理，可这陌刀技术已然登峰造极，如何改良？这世上啊，从来没有登峰造极，只有不思进取。就改造，我都会啊。子豪兄学识果然渊博呀，百度百科上都有。百度百科？哎，也是一本上古奇书。哦，哎，子豪兄，那你有没有想过将方法献于朝廷啊？还是算了吧。你说这陌刀，工艺复杂，没法大量锻造。再说几百年之后，也就消失了。啊，我还是不趟这浑水了。啊，哎，子豪兄，刚才那个行军曲，据说是你所创？啊，上次那个梁老头问我怎么提高士兵士气，我就教了他们这首歌，怎么样？好听吗？果然雄浑呐。就是不一样。
禀左武卫行军长吏大人，长安地区新募兵员已经全部就绪，这是名册。放那儿吧。大人，卑职还有一事。说。如今吐蕃犯境，但卑职所部却无缘塞外边疆，卑职恳请再为青壮，报国杀敌。有志气。独孤兄，什么叫青壮？就是新募兵。哦，难得呀！这样，你把你的名字也写进名册里，其他的交给我了。谢大人。热血、励志、感动啊！天哪，缺觉啊！是啊，不知道这个老流氓提过咱俩没有？流氓干不出那雷锋的事儿。吐蕃主力现在在哪儿呢？回将军，吐蕃猛攻全川8天，共计26次交锋，全被苏将军打退。据探子可靠消息报，吐蕃主力部队已退回80里地外。太好了啊！这吐蕃气势汹汹的，到头来连个仙川都没给我攻下来啊！我就算把仙川让给他了，我还有苦川、辣川、酸甜川。哎呀，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少个20万？哎，吐谷浑那帮小子到哪儿去了？啊，他们已经进入我大唐境内，即日就可到达凉州。哎呀，他们倒是自在啊，举国跑到大唐，白吃白喝。不过啊，吐蕃几次冲锋未果，可是他们的元气没有消啊。苏将军已经几次催朝廷速派援军，可是程老将军呢，因为于田的牵制而脱不开身呢。我们现在不能掉以轻心呐。对，让苏老将军坚守。那个吐蕃人呢，他打的是勇武，咱们呢打的是消耗。哎，你死一个，我们死俩；他死20万，咱死40万啊！等吐蕃人都死绝了，咱们呢也就是几个都护府没有了而已嘛。告诉苏老将军，坚守待援。我现在已经在汉中招兵了，临时组建了一批娃娃副死兵，很快就给他送去。告诉他啊，留着自己的精锐，不要被吐蕃人白白消耗。这些人都没上过战场，就贸然上去，这……哎呀，不是说了吗？这就是个副死兵嘛。这帮娃娃们，他可能一个敌人打不死，但是呢，他最起码让吐蕃人的刀把子坏几个嘛。老人渣他妈还是不是让小孩上去上战场？不胡！哎，王家小子，你说什么呢？回梁老将军，左武卫行军长吏暗自庆幸能够留在长安，陪在您的身边。可是呢，作为行伍之人，又觉得这个话说出来不好意思，因此嗫嚅。哎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呢？啊，你们想走啊，我还不让你们走呢！啊，好，今天就到这儿吧。啊，你们走吧。诺。副死兵，还他妈人肉弹！梁将军，梁将军，哎，梁将军，那个属下听说梁将军有一支陌刀队，骁勇善战，个个以一挡百啊。有啊，这支陌刀队啊，我已经苦练了3年，个个精锐啊。那现在何处啊？哎，你什么意思啊？我的陌刀队我自有安排呀，不用你来操心啊。对，咱们那个。卑职不敢妄言将军违略，只是日前呢，子豪兄告诉卑职有一锻造宝剑的方法，练出的宝刀削铁如泥。我在想，或为将军的陌刀队所用啊。哎，这个好啊！哎，子豪，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呀？我早就想拿出来了，但是我们家祖训上传了，说
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那祖训训的可多了。但是卑职要念及梁老将军知遇之恩，那怎么可能不拿出来呢？好，拿出来就好。不过这个可不是为了我梁建芳啊，这是为了咱们的皇上，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啊！是，卑职谨记于心。好，我马上就安排咱们刀剑工匠啊。你呀，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许隐瞒。对，卑职不敢怠慢。好，走了。行，梁老将军慢走啊，别摔死你。不是，独孤兄，你怎么嘴那么快啊？不是，子豪兄，你听我说啊，这个法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知道有这个法子以后呢，他一定会把他的磨刀队派到吐蕃战场上去。哦。哎呀，独孤兄心思缜密，在下实在佩服。这样一来，这梁老人扎的磨刀队对上吐蕃，这老人家必然阵阵挂心。对呀。可是要想救人的话，这些还远远不够。哎呀，哎，你说咱们要是进去偷偷把那个名册给撕了，什么罪？子豪兄德厚流光，小弟十分佩服啊！里通外国，诛士族，没发现无罪。那要不然你去试试，万一抓不着呢？子豪兄的意思，我不去，我也不去。啊，那不行，回家了。哎，这次这个锻造方法，大家学成之后，全大唐就只有你们几个人知道了啊！你们也算是高新技术人才了。如果将来这个技术传到了倭国，皇上怪罪下来，就唯你们几个人试问。不敢，这可是杀头大罪，草民万万不敢。说是不敢，最后还不是传过去了？哎，那个端上来吧。你们看啊，这个是木炭、磨刀石、粘土，把木炭跟磨刀石磨成粉末之后，跟粘土搅拌在一起，拌匀，抹在刀刃上，包住煅烧，懂了吗？明白了，大人，这具体比例如何调配？不是，你们都是专业人才，要有点创新精神，自己研究研究嘛。那这火候如何掌握？不能太热，但也不能不热。哎，行了，别问了。总之，你们就按照这个方法煅烧，谁先锻造出第一把绝世宝刀，本官重赏300贯。这大人，外加田地100亩，再加美女2名。谢大人。我他妈这300贯是不是白花了？来了。最近呐，咱这家里事儿多，这不，刚陪着小侯爷在外边办事回来呀。咱小侯爷又花了100亩地，这么多呀？那是。哎呦，看来这小侯爷又有赚钱的法子了。还真不是。小侯爷这次是纯纯粹粹的为大唐谋利。这怎么说呢？前段时间呐，咱小侯爷不是接了个朝廷锻造刀剑的差事吗？小侯爷呀，自掏腰包搞了个悬赏。哎呦，这要按照小侯爷的脾气和秉性，没有朝廷托底，小侯爷是万万不会掏一个子儿的。哎呀，是啊，要么着咱小侯爷啊，是眼看着战事焦灼，关乎国家安危，所以呀，为个人谋福利的那点小心思啊，也就没了。哎呀，看着小侯爷深明大义，老侯爷在天之灵，不知道有何感想啊？我说兄弟呀，你这怎么越老还越伤感了呢？来，干，喝酒，干了。
喝酒呗。只是不知道夫人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夫人也应该能够理解咱小侯爷吧？可也是。来，老哥哥，满上。好。睡觉觉，睡觉。哎，夫君，妾身刚刚没听明白，想是一时走了神，我怎么就听成了100亩田地、300贯银钱，还外加2名美妾？对啊，那怎么就这个数呢？真是。宁荣华夫人，我闹死你！不要闹死你！不行夫人，你踩到我了你搁上我了。臣下奏业，妾公子请慢用。陈兄，啊，这秦兄走了也有半年有余了，如果真的是发生什么不幸，别说了，秦兄吉人天相，一定能活着回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秦兄万一真的战死在疆场，我程初为了兄弟，一定会好好照顾好吴姑娘的。我会好好照顾他。有你什么事儿？秦兄也是我的兄弟啊，凭什么我就不能照顾？你小子还不是看人吴姑娘年轻，人吴姑娘漂亮，人吴姑娘胸大，你才照顾人家。你以为我不知道啊？知道，你心里不是那么想的呀？你说那么大声干什么呀？子豪兄，难得今日这么早啊！一宿没睡啊？为何呀？跟夫人聊人生来的。哈哈哈！哎呀，子豪与夫人恩爱，真是羡煞旁人呐！段领大捷，苏老将军胜了！胜了！这不能撤了，不能撤吧！你这个老傻才，你这个撤兵让我这老脸往哪搁呀？这越打越输，越输越打，到时候皇上找替罪羊，非你我莫属啊！不行，罢兵！你懂个屁呀！你怎么骂人呢你？哎，我这老夫当兵以来一直是这样，我怎么会骂你呢？你太不讲理了！你懂个屁！你真是的！报！哎呀，慌什么？有没有礼数啊？属下失礼，望将军恕罪。什么事？禀将军，苏将军。苏将军怎么了？苏将军死了。苏将军胜了啊！段领大捷，斩首敌军10万余。将军，段领大捷，我大唐胜了！胜了！慌什么呢？啊，这泰山崩一前，有稳如泰山吗？泰山崩于前而稳如泰山吗？都走吧，咱们散了，走。好，走了，喝酒去了啊，走啊！哎，等一等，你呀，以后说话再敢断句，我军法伺候。走。胜了，终于胜了！好，段领大捷，打得好！陛下，这有人。真也是太过高兴了，即刻昭告天下，扬我大唐国威。还有，立即传旨，今日大宴群臣。陛下，
苏将军塞外建功，也正是扬我皇威的时刻。没有您的提拔，又何来苏定方的不世奇功呢？对，就照娘娘意思办。哦。哎呀，不行，必须乘胜前进，不能够后退。哎，这不行。虽然吐蕃战败了，可是我方战士连续作战，人困马乏呀。你懂个屁呀你！你懂得个屁！你懂个屁！你懂得个屁！你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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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个屁！你懂个屁！你懂得个屁！来，咱们再干一个，祝我大唐边疆初定。等于你这个口号已经是说了第82次了啊！说。大人发表。来这边。早酒，没酒了。哟，吴姑娘，上酒。来了。我去。坐好啊。谢谢姑娘。来，咱们再干一个。这次就祝秦玉那小子早日还朝。来，这秦玉，子豪兄啊，为什么每次到你这儿来喝酒都那么上头啊？可是上头吗？这干嘛呢？吴姑娘，程小公爷，有什么吩咐啊？秦许，过来切肉。哎，我最喜欢切肉了，切羊肉长刀工，切羊肉长内劲。吴姑娘，崔公子有何吩咐啊？吴姑娘，今生我们看来是没缘了。咱们本来就没缘。本来想吧，在秦玉回来之前，我们说不定就……可秦玉那小子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你说这仗怎么打那么快啊？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吴姑娘啊，我是一负衷肠啊，都藏在心里了，我谁都没告诉。你凭什么比我先表忠心？他还藏心里，这眼睛都快长吴姑娘身上了。程兄、崔兄，回来喝酒。回来。干嘛呢？像个娘们儿，来，喝上去。瞧你高兴的样。你不知道，这几日我愁眉不展，魂不守舍的。见到小侯爷，我就拉着他问我家公子的情况。现在总算熬过来了。啊，不是被看的高兴，逗你玩呢。二娘子，你说咱家小侯爷这几日算是忙坏了啊，又是这军部议事，又是锻造刀剑的。你说夫人和二夫人，他这一闲下来啊，他就光扯淡。扯淡啊，这扯淡嘛，反正是小侯爷教的，能用在好几个地方，好词儿。有内涵。
这二夫人和大夫人，她一扯淡，咱这下人就跟着蛋疼。哎，这蛋疼啊，也是小侯爷教的，能用在好几个地方，好词儿。小侯爷，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小侯爷，慢点。不在呢，里边热闹吗？热闹，特别热闹。你要干嘛呢？哎，我跟二娘子闲着扯会儿蛋，扯着有点蛋疼。我早就跟你们说了，肚子迈大了要扯着蛋疼，是有点。还挺亮的。谁擦的？我擦的。你擦的。好。元芳，你怎么看？元芳是谁？好啊。不知道啊。哎，小侯爷，您慢点。夫人，二夫人，夫君回来了，真齐呀！来亲一个二年，夫人。夫君这是怎么了？瞧这一身的酒气。二女，去准备一条毛巾，给夫君擦擦脸。多领大捷，我大唐胜了。恭喜夫君守得云开见日出，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我倒是不担心大唐输，学过历史的心里都有数。我就是担心秦玉啊，那个小瘪犊子。这下终于可以放心了。过些日子，秦小公爷就会随大军一起凯旋而归。夫君，我去吩咐厨房准备几个好菜，今天府里好好庆祝一下。不用。今天陛下大宴群臣，我也得去啊。头晕啊，我先眯会儿。夫君最近的酒量为何如此不济？最近喝的都是假酒。怎么会呢？最近不都是在可拉布喝吗？可拉布。跟我读可拉布。可拉布。对的呀，可拉布。吴兄，皇上大宴群臣，你怎么还不去啊？哎呀，梁建芳让我写出此前的作战书略，准备在大殿上宣读。还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哎呀，这也是为官之道嘛。那个作战书略不是应该3天前就交给梁老头了？啊，这不是又新送来的阵亡跟失踪的士兵名单？他们只知道断领大捷，却不知道我方伤亡的士兵啊。今日一看，哎，那我看看啊，你看看吧。快点！赶紧的！哎呦，没吃饱饭是不是呀？今儿陛下大宴群臣，你们要是出了差错，我要你们脑袋！快点！蒙陛下隆恩！开始了！嘘，小点声！快点！万岁！一将功成万骨枯。你说你这酒量差吧，还赖在假酒头上，这去了皇宫不也喝成这样？夫君，你说什么呢？是不是又在念叨哪个相好的呀？叫什么名字？一将功成。一将功成1、2、3、4、5、6、7、8。夫君感觉可好？
不好，头疼。夫君昨夜宿醉，一整夜嘴里都在叨叨着，念叨什么？一将功成万骨枯。栓子，小侯爷，这外边怎么回事啊？回小侯爷的话，好像是哪位将军得胜回朝了。回朝？去看看。秦小公爷回来的时候，应该也是这般光景吧？王小侯爷，吴姑娘，我家官人什么时候能回来？过些日子吧。我看到这些将军都已经陆续回朝，我担心。不会的。哎，又有一位将军回来了！小心点啊，别都踩坏了。嗯。辛苦了啊！哎。夫君，今天怎么有如此雅致？在城里边憋得难受，出来活动活动。这可倒奇怪了，现下长安城都是得胜回朝的将军，百姓们高兴都来不及呢。夫君这是怎么了？二女，夫君近日操劳国事，是该出来走走了。哦。哎，怎么在咱家田头祭拜呀？平添了晦气。二女，哎，回来，别打扰人家，咱往那边走。秦月，夫君今天脸色很差，是不是昨天没睡好？做噩梦了。梦见什么了？不说了，晦气。夫人，我出去转转，家里面憋得慌。小侯爷，今天有人来过吗？有，张员外来找钱叔约棋，孙三炮的二夫人来找咱们二夫人报仇，说是咱们二夫人在大街上揍了他们家四闺女，结果被大夫人赶出了家门。还有就是李寡妇约二娘子看戏，结果被我给拒了。哦，知道了。还有吗？有。还有秦什么？秦小公爷，秦玉来过。他正在来。
兄。你他妈死哪儿去了？四豪兄，哈哈哈哈！四豪兄，慢慢说，没缺胳膊少腿了吧？啊，吴姑娘可好？都给我回来！敌人就在这儿，你们要去哪儿？还是不是我大唐的勇士？将军，属下知道您神勇，但咱打仗也不含糊。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是逃命的机会，咱可不能犯险呀！福瑞德姆，每个人都会死去，但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活过。将军，你这是怎么了？如果你们战斗，也许都会死去；如果你们逃跑，至少还能苟活下来，年复一年，直到寿终正寝。你们愿不愿意用这些苟活的日子来换一个机会，就一个机会，回到这里，告诉我们的敌人，他们也许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但他们永远夺不走我们的自由。福瑞大魔，福瑞大魔，冲！四豪兄，小弟此番大难不死，全靠这个呀。出征前，四豪兄给我讲这福瑞德姆的含义时，小弟还不甚理解。经此一役，真是感慨万分呀！想当年，在银幕上看到梅尔吉布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真正明白他的深意呢？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真正懂得他。四豪兄，你这语寒讥讽，小弟实在是自知愚钝，不理解其中真谛啊。四爷兄经此一战，对这 freedom 的理解已然超我100倍啊！哎，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全看子豪兄这克敌神器了。M40，这是个好东西啊！轰！
放弃，不放弃，不放弃，不抛弃，不放弃。不抛弃，不放弃。是啊，不抛弃，不放弃。子豪兄，你这个许三多精神果然是关键时刻起作用。子豪兄料事如神，小弟佩服佩服。日出了，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喜如。这长安城的日出真是百看不厌呐！子豪兄，小弟今日暂且别过，来日再与兄叙。哎，你是不是要去见吴姑娘？正是。上！快走，快走！又有一位得胜将军回来了！快走！这般如此，我就班师回朝了。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个样子。秦兄，再说说细节，再说说。兄弟，我是百听不厌。哎呀，程兄，秦兄都讲的不下8遍了，那又怎么样？我愿意听，秦兄愿意讲，那你也让他喘口气儿啊。行了，先让他喘口气儿，我来给你们解释解释。话说，苏将军带着大部队守塔，秦兄呢上单打野轻松愉快，准备升级。正在这个时候，正好碰见了对方的抓野英雄。怎么办呢？秦兄极其可畏之时，正好升到了6级，一招大唐魅惑，再补了几刀，打的敌人马上飞回老家度秒。这个时候赚到了人头，苏将军绝地反击，一波，结果推到了对方的主家。就是这样，锻炼大捷就是这么个过程，听懂了吗？小弟不才，兵法这个是一窍不通。刚才子豪兄一番高谈阔论，我只听懂了人名，别的一点没听懂。宋克，干嘛？别想啊，砍人可犯国法，失心疯也不行。你跟我学这独门功夫有多久？谁跟你学功夫了？我又不想当徒弟。我这刀法看似简单，却变化极多，是根据我独孤刀法演化而来，讲究刀随心走，进退得当。出刀要快捷有力，运刀如灵猫捕鼠。千寻姑娘这么好的武功底子，不学我这刀法有点可惜呀。你怎么知道？姑娘放心，既然姑娘不愿意说，定是有难言之隐。在下虽窥得其中玄机，不过在不需要的时候，我是不会说的。谢独孤大人，需要的时候。吃头痛，没事捅一捅，对身体也有健康，对不对？没事健康。怎么吐蕃人还敢在这儿大摇大摆？据我分析，应该是为议和而来的吐蕃使者。王兄，老子，王兄，王兄，王兄认识这个吐蕃人？哎，不认识，王兄，我拉王猛才不行。哎，一边两过去，一边两过去，什么意思？
滚你妈个蛋！王兄，滚你妈的蛋！什么意思？祝福你了。祝福我？一边2块钱，滚你妈的蛋！陛下，吐蕃使者今日已进入长安，明日早朝便递上国书议和。议和，打不过就议和，打得过就烧杀抢掠。这帮吐蕃鼠辈，不和。什么时候吐蕃送上是降书，再谈议和。陛下，臣妾以为这议和对大唐有利。媚娘何出此言？吐蕃虽新败，但元气未伤，而我大唐连年征战，政事积弊，民心不稳，此正是休养生息之时。但吐谷浑大部已被吐蕃占据，此时议和，大唐岂不是亏了？只要吐蕃开出优厚条件，我大唐先答应着，等议和时间一过，再行攻伐即可。媚娘神算啊，就照媚娘的意思办。宣吐蕃使者拉望毛赞觐见。我受大波王朝第34任赞普之托，特来议和，祝大唐皇帝一边2块去。来人呐，拖出去斩了！陛下，刀下留人。我问你，一边2块去5个字，何意？王兄与我说过，想必是恭维的话吧？瞎说，这是辱人的话。辱人的话？我与王兄两小无猜，情投意合，他为何要辱我？陛下，吐蕃蛮夷不懂我大唐礼仪，望陛下开恩。吐蕃使者不懂我朝礼仪，不知者不罪。多谢大唐皇帝，祝大唐皇帝滚你妈了蛋！这个拉望毛赞呐，他狗屁不通啊！那大闹朝堂，差点没砍了脑袋。还是圣上宽仁。那也说明吐蕃朝中无人嘛，能派这种人来当议和特使。哎呀，对了，将军，关于议和之事，你作何打算呢？这个皇上正在拟定议和的人选。但关这个吐谷浑战事我们未必伤了人家吐蕃元气因此这次议和大唐未必能占便宜这不占便宜的事儿，我梁建芳是不会干的。那将军，你的意思是？李老儿他们就没干什么实事，他们又无谓派人让他们去议和。说差矣。哎呀，李将军呐！梁老将军仗是你们所无谓打的，凭什么和谈让我们去呢？我右无畏才应该被排除在议和之外。哦，你懂个屁呀！你只懂屁！那狗屁不通啊！这个唐龙盘小辉是这么打的，是吧？王兄，王兄，稍等，您找谁呀？我找你们小侯爷。小侯爷，您稍等，我去通报。小侯爷，1、2、3、4、5、6、7、8。小侯爷，门外头有个外国的毛子在那拍门呢。毛子？王兄，啊，毛赞不见，让他滚。夫君，还是见一下吧，否则这吐蕃人在门口大喊大叫的，对咱们王家的声誉也不好。可是他每次来都没什么好事儿啊。夫君就顾全大局，见一下啊。放他进来。好。哟，毛赞兄王小侯爷，你终于来了你坐。好。哎呀，这个毛赞兄你怎么也从倒爷混到特使了？王兄，在我吐蕃
我最了解大唐，而且我的汉话讲的跟你们没有任何的区别。我赞普知道后，特地请我，开始我不从，我们赞普呢就使劲请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就从了他。哎呀，你们赞普很激情嘛！啊，不过你不好好议和，你跑到我这儿来干嘛呀？啊，你不知道现在是敏感时期吗？敏感时期？不敏感。我们赞普请我，但是我们赞普很大度。啊，我从了赞普之后呢，我来大唐找你，他不敏感。好了，毛赞兄，快说正题，说正题。好吧，王兄，我听说你是大唐皇帝身边的小红人，经常给大唐皇帝献计献策。也不算是什么红人吧，就是偶尔能见到皇帝，可以聊一聊。哦，王兄，王兄，请看。哦，这可是我吐蕃的宝刀。听闻你们中原有句名诗啊，那是宝刀赠奸雄，美女配禽兽。哎，停，错吧？也没错。好，没错嘛。哼，我毛宋毛赞赞普呢，特别欣赏王兄，特地将此宝刀赠予王兄。正所谓是宝刀赠奸雄，美女配禽兽。好了，我知道了，不要再说了。那你那个赞普要小弟做点什么呢？王兄果然是精明啊！我赞普呢，希望王兄说服大唐皇帝，让出仙川。免谈！你想贿赂我，让我出卖国家领土主权，这种事儿我干不出来啊！我可干不出来那种俄罗斯卖阿拉斯加的事儿。王兄，你考虑一下。不考虑。这是宝刀。不考虑。子豪兄，宋柯，不考。宋柯，子豪兄，听我说。我来王毛赞，身为吐蕃子民，忠君之事，那是我必须要做的。既然子豪兄坚持不受，那也算我完成了任务。子豪兄，接下来咱们谈谈你我之间的生意啊，好不好？先说什么事？子豪兄，你先看，那可是价值连城啊！据我粗略估算，最起码可以换得你们家的花露水50瓶。哎呀，看来毛赞兄也没有嘴上说的那么仁义爱国嘛，也学会这以公谋私了啊。不过我喜欢啊，30瓶。王兄，这样吧，40瓶，25瓶。哎，王兄，20瓶，成交。王兄，哎呀，王兄真是宝刀啊！王兄，宝刀啊！吐蕃使者身份查清了吗？回娘娘，吐蕃使者名叫拉旺毛赞，本是常年游历于大唐与吐蕃之间的商人，由于精通汉话，才被特派为吐蕃使者。商人，不折不扣的商人。吐蕃境内的花露水有一半是这拉旺毛赞在获知通财。另外，拉旺毛赞说起来还是王修的旧相识。哦，确有此事？千真万确呀！我跟我哥为了查这拉旺毛赞，趴墙根听贼话，房上掀瓦，地下打洞，修训飞服，飘忽若神呐，那是凌波微波罗刹生辰。出去！臣弟告退，臣弟告退。等等，还有个事儿需要你俩去办。
进来。请问，可是拉旺毛赞特使？正是本使。本使，本使。特使大人，我奉我家主子之命来此看望特使大人。你们家主子是谁？还问我干什么？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特使阁下，听说你喜欢做生意。我家主子有个生意想和特使做生意做呀，要干啥呀？我们可是娘娘。不用说了，做生意，好兄弟，请坐，请坐，请坐。哈哈哈！坐。怎么？媚娘，你看这腊梅娇艳欲滴，和你。皇上，唉，朕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陛下虽龙体欠安，但只要悉心调养，不要为国事操劳，不日即可康复。如何不为国事操劳？朕乃天下之主，这万千黎民都需要朕来照顾啊！陛下不好好照顾自己，又何谈照顾天下呢？臣妾虽一介女流，但久在陛下身边，也邯郸学步，莫学夫受，学到了一些治国之道。臣妾斗胆，愿为陛下分忧。媚娘有此心，朕心倍宽啊！哎，媚娘，那你说这议和人选该如何定夺啊？朝中武将以梁建芳的左武卫和李绩的右武卫各为魁首，上官仪又是文官翘楚，不如就让这三人各举荐一人，陛下意下如何？媚娘，你办事我放心。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吐蕃与我大唐连年征战，名声凋敝，百姓苦不堪言。虽有咸川保卫，断领大捷，但我大唐以仁义治天下，朕不忍黎民再受战乱之苦，特遣王修与吐蕃使者议和，望修与朕之寄信而图报效，以百姓之厚望而保社稷。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王修，接旨吧。告辞。两位公公慢走哈，慢走。夫君此番成为议和大使，真是光宗耀祖了。光宗耀祖不见得，杀身之祸倒可能招来。哎，子豪兄，呀，你们俩怎么来了？刚接到圣旨，梁老将军举荐我担任议和特使，李继李老将军也举荐我。哎呀，那咱们还真是有难同当啊！这几个老狐狸看来在背后较着劲呢，咱们几个都成了牺牲品了。哎呀，谁说不是呢？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吧，为我大唐议和，也是应该嘛。正是。但是我就想不通了，到底是哪个他妈挨千刀的举荐了我呢？